各位參加者，我係想同大家介紹6月20號有一個workshop，一個工作坊，個名呢就叫做浩劫之後，當堅強不再是出路。我諗我哋時時都聽到人哋講，你堅強啲啦，你努力啲啦，加油啊咁。事實上呢，有啲時候呢係加唔到油。甚至呢，堅強，我都已經好堅強㗎啦。堅強到冇得再堅強啦。咁不過呢，喺呢個 workshop 裏邊呢，我就同大家去探視下點解我哋要堅強呢？究竟堅強係咩嚟嘅呢？當我哋堅強嘅時候，又代表緊啲咩呢？可能我哋只係諗住去做到呢樣嘢。又冇諗過嗰樣係咩嘢，咁所以咧喺呢個工作坊裏邊，我希望同大家即係詳細去探視一下，同埋咧挑戰下一啲我哋傳統嘅一啲諗法，或者一啲好自然、好 automatic 嘅諗法。咁希望咧我哋揾到一個更加好嘅出路。咁希望當日見到你啦。6月20號9點鐘開始。